今年正值係澳門東亞文化之都同埋澳門歷史城區成功申遺20週年嘅大好日子。喺呢個特別有值得紀念嘅日子裏邊，我哋迎嚟咗澳門美術協會1年1度嘅會員作品展。澳門美術協會會員作品展係澳門每年嘅一個藝術界裏邊不可或缺嘅環節。通過大量嘅我哋嘅藝術家嘅作品，可以呈現到我哋當代澳門時下嘅一啲藝術嘅風貌。咁今年更加特別，我哋移師到巴黎人一個別具特色、富麗堂皇嘅一個展廳裏邊去舉辦呢次展覽。咁我哋希望能夠通過大家嘅作品，俾觀眾、俾市民睇到我哋藝術家嘅創作面貌。希望大家嚟澳門巴黎人欣賞、享受呢次藝術盛宴。